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咧青天白的洗好糖哦。唔但像细年的真家己，连大年的也真喜欢也个洗好糖哦。到底也个洗好糖，竟然提高乜嘅，又提好乜嘅，又有乜嘅上嘅内容呢？我哋接下来有请来自屏东的两位好朋友同大家来分享咯。首先分享阿峰，大家好，我叫肖登峰，我来自屏东市。很高兴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福德小学堂这个活动。阿峰分享哦，等一下精彩故事要拜托咯。再来是我们资深的职工小凤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对屏东女北来的总监小凤，请欢迎来到呀。小凤姐，阿峰分享两位来到现场。阿峰，我同人请教一下，那个福德小学堂啊，其成立都更加多年的时间了呀？大概2年多的时间啊，这样子2年多的时间，6年了，哇，安尼这样唔会轻松呢，这样一下的嘛，怎么个董事会想到为了成立一个福德小学堂，要成立这个福德小学堂呢？那个时候因为崇兰是我的家乡，那我那个时候呢，希望说我们家乡的信仰中心可以跟地方的小朋友可以更亲近，所以呢，我们就跟我的2个伙伴。来筹备这个福德小学堂这件事情。佢说，你喺毕业之后工作，直接回到那个屏东来筹办小学堂了吗？对，回来的时候，就在我们社区里面服务一阵子之后，然后就创了一个工作室，那是以影像工作为主。那就是因为影像工作，所以长期陪伴我们地方的庙宇在盖。那盖到其实快好了，那我们就想说，那其实可以办一些幼儿教育的活动。对，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的筹备。可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影像记录，就记录那个地方的一些成长。可是我让相公把这个成果再回馈到社区底回路上。是的。阿峰，可是我们相公把自己所学的做个影像记录将那个沙期的成果分大家底下讲，那个沙期到底有乜个介绍分大家，可是我让判的那个洗好糖嘛，对吗？那这个小学堂底杯都来提教乜个，提好乜个呢？唐共清省心呢？你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小学堂的内容好吗？好的。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教育部的青年参与村落文化行动计划。那时候我找了2个小朋友，双胞胎，他们一个分别是来自教育幼教系，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艺术史学。所以我就思考了一下，他们2个可以为这个地方做出什么样的练习或者是成果，所以我们就规划了大概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福德小学堂前身其实是昌黎小学堂哦。对，用来挑选喺昌黎小学堂，会不会又变福德洗好糖呢？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那个信仰中心叫做崇兰昌黎殿。对，但是但当然就直接取庙名嘛。可是后来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福德正神就是我们的土地公，就会改成八公，对，跟大家比较亲近的，所以后来就改了一下，就是变成福德小学堂。那第2跟第3件事情分别是昌黎时光任务购跟昌黎微电影。对，还有破建样哦。对。哇，安利那我们一看来哦，第一个条头唔讲嘅时光任务购，乜嘅内容？昌黎时光任务购其实主要是为了要跟其他的区块做串联。对，那个时候我们希望说，如果游客来到我们崇兰，那他还可以到哪边去玩？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旅游的规划。嗰时候诺贝尔东人鸦片到昌黎店这边，到福德小学堂这里，都可以借用你们这边串联其他店，一类，然后底下讲可以去那聊。原来安尼，唔会差呢。不过我有听讲啊，能拥有别的方式来介绍你那个崇兰小学堂哦。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用绘本，还是用哪个方式来介绍的呀？有的。我这次有把绘本的成品带来给您看看。要个录影的绘本。它叫做《戆大呆要起厝》。太讲古，我欺负的哦。观众朋友，我哋来看一下，地位到底係乜嘅吧？
凊彩翻伊咧看一下好吗？哦，因为伫尾凊到故事呢，要个故事提讲嘛个呀？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想要做的时候，想要直接教国小的同学，可是发现其实我们距离国小实在太远了，所以我们只能先从国高中生下手。所以呢，我们第一届在办这个昌黎小学堂的时候呢，我们是找国高中生来，那告诉他们说庙宇里面有哪些比较特色的装饰艺术，比如说像是白鹤。白鹤通常会画在门神身上，跟门风。比如说像是玉如意，或者是这一种图腾，都会画在门神身上。对，那我在告诉他们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认识这些地方，那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如何把庙宇的元素融入居家空间。就是给要个黑把给人这个家里面的装饰啊，然后把庙里面的装饰也一起融入里面去。对，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是这个同学他选了婴儿房，婴儿房它应用的是，我们通常在庙宇的顶部可以看到福禄寿三仙。对，福禄寿三仙的话呢，这里他把福禄寿分别改成了蝙蝠、长颈鹿，跟乌龟，代表的是长寿。我阿凤冇讲那个福禄寿，T 百可能个都喺蝙蝠侠的房间。对，因为他婴儿房，所以他就找了一些比较适合他的方式。那像这种地砖，它叫做人字砖或丁字砖，其实代表的是人丁兴旺。对，那刚好在婴儿房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告诉国高中生如何去画绘本之前，跟他们提过的，那他们就这样创作。事后我们才用一个故事串联，就是那个龙大呆，他跟美美他们两个要结婚了，他们想要盖一间跟昌黎殿一样有气质的房子。故事今日咱帮那个图来讲那个故事。所以他们都是这些小朋友都是自己画的吗？就是你们教了他课程之后，他们自己回去画？对，国高中他们其实当天就创稿完成了，当天一天而已，一年都画很好，一天就创稿完成。哇，这么厉害啊！你有上课吗？没有，因为他们都是来自就是美术班的学生，所以他们都有这些底子。只不过其实我也没有限制他们用什么媒材，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是用蜡笔啊，有些是用水彩。对，那想不到可以用一个故事串起来，我们就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如何给小朋友玩？其实他们在画线稿的时候，线稿画完，我其实就已经去做扫图。所以当小朋友他们来到这间庙宇，我跟他们讲这个龙大大杯基础的故事的时候，那我就讲完之后，我就给他们线稿，让他们自己去彩绘。嗰种人喺创作的时间，含前上色，如草稿的时间，有画个线条出来，如将把同伊扫描好来。会不会有其他人来的时间，如拿一个勾出来，给他们来做彩绘，让他们来体验，对不对？哇，一个创意很有创意呢。除了这个绘本啊，你们在创作这些故事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内容呢？在关于绘本方面？绘本方面的话，其实后续要讲到的就是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昌黎时光任务购。头都有讲介绍大家来点对点，有奈何聊可以玩的。对，那个已经摆脱了一般我们只是旅游跟导览，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就是小朋友他们在认识了这一间庙宇之后，然后呢，如何到别间庙宇玩？我们告诉他的是，我们的神兽从昌黎殿跑出去了。对，有像人家他唐宫的宝可梦熊熊，因为人家有神兽啊。是。介绍一下，那神兽有哪几只呢？好的，像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同样的学生他们的创作。那包含了像是这个是鲤鱼。然后呢，还有像是这个是蝙蝠。对，蝙蝠。对，蝙蝠代表的是福气，可是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呢？是因为它到别的地方的时候，它要躲起来变形，它变成了屏风。这种奇怪，这个怎么看都不像是蝙蝠啊。对，没错。然后呢，像是这个，这个是通常我们在庙里面会看到老虎或狮子，那它变成了手机壳。对，然后。要给你。对，这个其实是龙龟。龙龟。龙土龟龟耶。对，龙龟。看风了，青葱一粒卵呢，看起来很像一颗蛋，
只是长了那个斗，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样子啊？那个同学讲说，它是一个告示牌。告示牌，它是一个告示牌。中间可以瑕疵，有中间可以留那个字的。没错。然后像个龙生九子各有不同。那这一个它是吃手。吃手，吃手它的用意是什么？吃手其实它就是龙的其中一个孩子，然后呢，他很喜欢吃火。吞火。对。郭总，你们设计的这个是？它是一个杯子。杯子，那郭总会吃火，然后用赖打打火机比较像。这笔耶。对，这个是后来一样。小豆给鬼耶，它有长那个有纹路出来了。对，那像这个也是整只龙，它到了一般居家的时候，它变成了像时钟一样的造型。那这些造型其实在后续，我们其实都把它做成了像是 AR，AR 就是扩增实境的东西，然后实际藏在庙宇里面，让小朋友他们在庙宇里面跑动，然后去寻找这些神兽。哇，能做一个轻省期呢。如果不只是把传统的东西取出来，要重新把它再用一个创意，本身你呢可以更为接受。哇，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等一下应该还有其他的故事可以同人们分享吧。哇，观众朋友，你们有看到吗？香港的鬼岛路卡按用心，本这个路卡的文化，本大家己，今日的庙底边有乜嘅东西？传统的庙底边又有乜嘅元素？今日用创意包装以后，本身你能去认识哦。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故事，让你休息一下，马上过来。上一堂我哋听阿峰来介绍讲，今年社会堂底边用乜嘅创意来包装今年传统嘅文化，到底还有乜嘅神奇嘅东西呢？我哋继续请教阿峰咯。阿峰，头头有讲到你能用创意的形式去包装这些传统的元素还有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介绍嘞？我们还有用就是导览的方式。导览，不过讲到导览，等一下我想到，小凤姐，你能去自古嘛？你能过去人家过去能给聊的时间，你能导览会导览哪一条地点嘛？第一站我带大家去崇南的崇礼天的庙。庙。第二站去我们北宫庙。第三站去我们崇南的环保公园。第四站我们有的456艺术巷弄。巷的地方。第五站为咧後地方文化館。最後2站用我哋壽司家廟。一條導覽，你能用這個你能自貢去導覽嗎？當然這個可以帶去導覽。你談紅了阿峰，你們的導覽也是用一般的志工去協助嘛？那怎麼會說有特別的方式呢？因為在導覽其實很多地區都是用這種方式，那我們還加了一些數位科技，讓它的導覽有更多的樂趣，這樣子。新的科技，係乜嘅科技啊？對，就是這個，來猜猜看。一種字，一張紙，也可以說數位科技，你們？沒錯。新的人家說的科技紙嘛，就是那個紙是可以會動的嗎？空空的唔中啊？不是。好，那我來測試給你看看。這個東西，對，我們自己開發了，就是其實是延續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昌黎時光任務購，但是我們區域沒有拉那麼大，我們還是在我們崇蘭自己的社區，對，那我們可以做，再幫我拿一下，謝謝。我們會呈現的方式是，有東西掉出來呢，對，我們下一頁看看。對，這個才是我們就是用數位科技來導覽的延續。新火高呢，我可以玩一下嗎？可以，試試看。好，那順後也可以。那我也來玩一下。觀眾朋友，我來教一下，到底也給實際的導覽係乜嘅喲？所以是把手機對準這個圖就有了嗎？沒錯。前面的個神奇有個 logo。好，對準嗎？有呢！觀眾朋友有看到嗎？有 look 走出來呢。
啊，我弟耶，这个就像是我们讲的个宝可梦熊用什么？对对。哦，嘿，真神奇呢！我也来看下先。哦，哇，30几个贴胸啊！观众朋友看到我按灯一下，给人用手机诶装一下，真神奇呢！啊，哥说要的底杯，这些都是庙里面的元素吗？对，其实我们的玩法并不是照这个纸张，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带来让您体验看看。我们真正的玩法，其实这些图像，可以把它想象成，比如说是我们家里的窗户。当我照到窗户的时候，它会跑出来。比如说像是我们庙宇里面的门神，门神的身上假设有一只蝙蝠或者是玉如意，我照到的时候它会跑出来。这个才是我们就是 AR 扩增实境，它在社区里面的应用。数位导览就是让小朋友他们不用经过我们导览，他们自己去找寻。当他们找寻到，比如说照到一只乌龟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乌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乌龟代表的是长寿。对，比如说为什么照到玉如意？那玉如意代表的是钱财。对，原来呢，因为小朋友可能都不会不喜欢说只有你就跟他这样讲，也可以本身能够有兴趣，他们会自己去找什么。哇，真的呢，挺神奇呢。啊，除了这个你们是全部都自己开发吗？这个其实结合了几间学校，比如说正修科技大学，或者是大人科技大学，这些科技大学他们有数位多媒体的人才。那刚刚的步骤是这样子嘛，我们先找了国高中生创稿，画了这些神兽之后呢，下一步我们找了大学生，他们来3D 数位建模。对，建模之后，然后一样由大学生他们来协助我们把它做成了 APP。所以才会有办法这样子 AR 呈现出来。那个 APP 平常能够些时间自己可以下载，然后去在庙里面这样玩吗？对，现在只要因为AR 这个东西的话是区域性的，所以只要来到我们这里庙宇的话，我们都可以下载，然后让他们去玩。那我们当然自己也有准备手机让他们去体验。嗰個小紅仔能高興能記了嘅時，唔可以下載，能夠教人嚟下載嘅嘛？冇呀。連5年也冇有。冇呀，我哋冇好噶。唔但像那些小朋友冇5年，連子宮啊這個人也冇。哇，你們真的很厲害，這個科技可以用到大人小孩都可以。哇，不過我想問一下小紅仔，你能第一擺看到一個AR 嗎？AR 擴增時間的時間，你能講出那種我哋嗰個親學校佢奇妙，我哋啲上高學生伊哋嘛真歡喜，伊哋嘛講個親學校啊，唔講能係好嘅事情，因為我行講有嘅長輩有冇，可能對手機嘅用亞種東西來操作有冇，可能會有真害怕啦，也係講真唔敢樣來學嘅，能會冇？冇，因為我哋一種 AR 佢簡單，操作佢簡單。對手機冇共用啦，我都只拿手機比一下記錄出來。做比都出來，我搞佢奇妙，佢好搞，挺神奇啊。阿峰，這樣子你們在帶小朋友的時候，他們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感受呢？對，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在開始突破，有別於進入廟宇只是為了要燒香拜佛這件事情，所以來玩的我們設計的流程大概像這樣子，就是來玩的可能是親子，然後呢，我們會給他一些答案，比如說你要找到這個圖像，那這個圖像在廟宇的哪裡我就不告訴你，所以呢，媽媽就會帶着小孩，他們在廟宇裡面開始走動，走動。當找到圖案的時候呢，是由小孩他們去照出來之後，因為其實廟宇裡面的圖稿不會像這個這麼 Q 版，是很嚴肅的、很莊嚴的這種神像，比如說龍啊，或者是獅子啊、老虎啊，所以當它照到之後變成 Q 版的時候，他自然就會覺得也太可愛了吧？有一種反差的嘅，對，萌萌的，對，所以呢，接下來才會讓比如說媽媽拿手機，然後幫小朋友跟這個 AR 可以合影。對，那我們遊戲的最後當然就是，如果全部都神獸都讓你找到了，那你就回來我們這邊然後換小獎品這樣子。嗰時候只有在福德小學堂有個昌黎店底部讓前面走，其他地方也可以用這個 AR 來掃嗎？可以的，就是不只是在我們的廟裡面或者是在社區，我們其實可以把它擴增到在別間
或者是别的宗祠里面、别的社区里面，只要是他们有创稿，或者是我们的神兽真的那么厉害，可以跑到躲猫猫躲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曾经在比如说像是万丹的万惠宫，或者是忠圣宫祠在我们屏东万年溪畔，对，那接下来也会在海丰深山国王庙，我们都已经建制好了这些 AR 的图像，所以呢，当他们再去那边玩扫到的时候，会非常的有趣。哇，那你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跟他们的爸爸妈妈穷哈的高压给呀？是不是只要每次去就会玩这个？对，现在是通常但志工导览还是要有，因为必须要让志工跟他介绍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图像存在。那几乎变成是 AR 是必玩的，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了。对，所以今年都亲好兴人给也有讲去没有红我就是想要来高压给，所以来认识这些传统的文化。对，哇，头都应该一直讲新的科技来做个导览嘛？除了那个 AR， 还不还有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导览呢？有，我们也把这个 VR 也做了。VR 的话是属于像虚拟实境虚拟实境像旁边看到这个 VR 眼镜，就可以拿起来看看。真是，你可以看看你看到了什么？那个流行的 VR 眼镜。对，观众朋友，我第一摆的搞那个 VR， 我能看了看底部到底有冇个东西吧？直接带上去就可以嘛？对，带上去就可以了。好，我唔免睇摄影棚底部吗？侬一下带上去，我都走你个昌黎店底部去的哦。我可以同节目制作单位讲一下，我可以放来行一下嘛？真是的呢。有个有门。看得到门啊，推开来看下先。底部真是的呢，看得到天啊，迄头都阿峰讲的个人字砖嗰度。当个迄庙的个等下也提个人底部有很多东西呢，有个神像还有个文物。哇，阿峰啊，我要换场景要怎么换？我们只要把你的中间有个十字架对到门口那个箭头，你就可以到下一个景点了。终点了吗？好，对，画面中间有个十字架。搞一下，让你行出去哦。然后它会转一圈。哇，有个黑庙风的头衔嘛，怎么？哇，真的好像身临其境。观众朋友，我觉得第一摆搞那个 VR， 我头脑混像平查中央，唔会呢，真好搞，又亲神奇，真是看看来睇这个行啊，睇个庙底部哦。哇，嗰种人。阿峰，去你们那边都可以玩这个吗？对 ，VR 的话，其实它又叫做沉浸式娱乐。所以呢，当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想要去别的地方，可是你还不知道别的地方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提供这个 VR， 然后让你去看看，在外部它的内景是什么样的情形。对。不过头先还看那个你的庙底部，你们的庙跟其他地方，就像某空庸呢，没有什么。就是很不一样，你可以介绍一下吗？这个你跟昌黎店底部同其他庙某用的地方。对，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我们自己这间庙？其实，刚刚说这间庙它在盖的时候，盖之前，它现在其实是在重建刚完成。对，它其实民国17年的时候就已经建好了，但是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决定要重建。那他们在2008年之前开始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建一间什么样子的庙？庙难道还要在这么大间吗？对，他们开始在思考这些事情，最后他们决定要盖一间有气质的庙。有气质的庙，哇，唐风来都亲神心呢。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谈吴公爷的故事，好吗？观众朋友，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过来，我们继续来谈阿峰来讲故事，还有我们修凤姐的故事哦。到底嘛个是有气质的庙呢？欣赏的地呢，接下来请教阿峰吧。阿峰，头先有讲的有气质的庙，到底什么是有气质的庙？可以从大家来介绍一下吗？好，有气质的庙，其实我们可以从表象来看，硬体来看就好了。现在一般呢，在盖庙通常是用
快速模组化的方式在进行，就是我要盖一间三山国王庙，我跟营造厂讲了之后呢，营造厂就会依照三山国王庙以前是怎么样盖起来的，然后呢就会帮你组装起来。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通常在装饰艺术上面，比如说剪黏或胶纸陶，它们重复性会很高。你在这间庙看得到，你在别间庙也看得到。可是，在我们自己的庙宇，我们请了18位文化部，对，文化部登录的传统艺术匠师，他们来手工施作。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啦，所以其实我们今年开庙门之后啊，庙内是决定不要再烧香的哦。没插香，从雅的时间没插香。哇，你能亲反驳呢，真的是有气质的庙呢，可能从别的庙冇用。你想到啊，你能给庙有冇用这么传统的方式来做这些？那这个庙其实历史已久呀。这间庙的历史，我刚刚最前面我们讲到的是从民国17年开始，但是这一次我们在做的算是，因为我们相信这间庙在100年之后，现在的东西它就是历史。所以呢，我们上面的彩绘啊，或者是剪黏胶纸陶，其实都有根据地方的特色，来把它安装在上面。比如说，其实我们庙宇里面其实有彩绘到像是，大鹏湾的跨海大桥啊、斜张桥这些现在才有的文化景观，我们都把它融入在里面。用传统的方式融入现代的景观。对，真是没差呢。因为我看过有很多庙有冇很久的庙给人翻新之后，全部都冇用的，冇用传统的东西。哇，真的没有不简单。不过要个庙历史研究，应该有很多故事吧？小鹏姐，你有等下做这工做久的呀？我10年了哦。我10年呢？等下10年之中，你有冇个故事可以同人分享一下冇？好，我第一件就讲土地八公的故事。八公的故事。我哋八公嘅，我出作嘅所体内的，林化，然后呢，因为米之一做些是脚都那个贵伊，八公米是可能系按脚，有你都听人讲旁边，八公同佢讲法，伊讲唔知个做些慢脚，唔知个慢脚，唔都慢慢的做。也係啲是八公同嘅前身講法。應該八公國家語同鄉下其他人安尼講，冇其他講，唔啱即係我都當師傅。然後第二件呢，我講嘅係王爺故事。王爺。王爺係我水母夢到嘅，佢哋親國泰，健忘親法，面糊，伊唔講我看唔清楚哦。不。伊個特別的地方，伊個摸有一粒球，一粒球的。如伊摸伊個神通摸伊神摸一粒，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我有去拍鏡沒有看，也有去看，看到唔參。有一年呢，因為我嗰啲去從里天從呀，講到個神尊同我夢到過槍，過槍嘅時候，我伫跌高誒，我跌高講창문我乃叫本門不多誒，창문係人家嘅神尊嘛，係話擺動本係3個身高，結果都真係連續3個身高，然後呢，我就講唔本係夢到，一定有嘅用意，我都你沒想過是乜個水果，我買東西都同搭車嘛，跌喺冇高誒，講唔係。我唔想食水果，我食其他食餅嘅都。後面呢，我都想到講我想到誒，因為其實我哋廠裏啲事呢太沒辦法事，講我想到誒，唔似希望我揀錢嚟希望錯嘛，希望執地嘅身高，結果冇高誒。佢唔是唔揀嘅出錢都錯嘅，唔出力去同佢順煞天數咯。後面我都問王爺講。王爺我又唔會統聯咯，我又唔對nhau同講法，我冇得統聯同對話，咁唔幫我夢到一天有我用意，我唔可以同我講，唔希望我可以為做乜嘅事嘛，其實我頭那裡邊都出現兩隻字，子貢，我講我啲嘢唔希望喺邊冇氣候以後。我哋也沒有講做子貢，我都是跌高跌得都有，跌得馬上都有。
然后讲哦，我答应，我对人家开始我安排。所以其實都每禮拜固定拜三，固定去王爺嘅，去做子宮，也如第二件事，第三件呢，如去年呢有拜我腳進度，腳進度就腳拜拜，我本來我都想，因為其實多輪到拜三，多好捱。多愛咩方做子宮嘅嘢咧，愛咩咁樣，如見證各拜拜咩方做子宮，我都想講，愛點樣子宮做嚟後呢，我再俾你瞧腳，俾醫生看，結果呢，我睇因做時，結果唔連嚟叫我咩唔理，因行都因爭都，腳要刺人好哦。我咩唔掂，我都感覺講我用因行夾，都唔會通嘅，又唔會通嘅哦。我用因行都皮膚嘅結死呢，都因行夾都因做事。我嗰面我攰講，我腳又唔會拜拜咯。我講嘅咁樣唔是醫生看嘅哦。也可以讓他講有人都要衝呀，叫人都會有感受。哇，就反正人家故事真精彩呢，嗰種唔難會睇下做子宮嘛。係，錯。阿鳳，既然是這樣，能嘅福德小學堂嘅部分啊，你哋課程更加除了做一個導覽之外，還有其他乜嘅課程嗎？現階段今年度其實我們做的一個課程很有趣的是在於，我剛剛提到說我們廟內是不燒香的，廟內不燒香之後呢，其實我們在討論的並不是整間廟都不插香了，而是我們想要讓小朋友去認識到底什麼是香。所以呢，我們做了一個 DIY 的課程規劃。究竟你用嚟做嘅香嗎？對，我們做香，可是呢，其實是把它做成我們的虎爺哦，虎爺。對，沒錯，這是我們的文昌虎爺。對，那小朋友在前面像這樣子，我們做香的過程之中呢，大概1個半小時的時間。你講亞嘅路很能做嘅香，做香的那個成品嘛？這個是原料嗎？對，沒錯。其他原料是什麼？它香的原料呢是木頭的粉。木頭的粉，哪一種木頭？大概平常用的話，大概是檀木或者是陳木。也有一般一點的，大概是中藥材或者是茶葉做成的粉。那我們這一次呢，就是跟我們的製香業者聊說，我想要改變比例，然後呢，讓小朋友可以變成像粘土一樣在捏塑。對，那他們在捏塑的過程之中，大概1個半小時的時間，那個香的味道會在手上留一整天。所以手上都是那個很香的味道。這個是天然木頭的味道。那當他們留下這個味道的時候呢，我再讓他們去聞現在市面上比較常見的這種化學香精的香，那他們就可以辨別得出來，我以後要拿什麼樣的香來燒才是燒好香。對，沒錯。哇，觀眾朋友，這個課程真神奇呢，可以教小朋友認識講，哪個係好嘅香，哪個係唔好嘅香，哇，真好呢。安尼今年規日都可以教大家爸爸媽媽啦，也係阿公阿婆講，用好嘅香來燒，咱唔會對身體也係對人的環境來造成影響哦。沒呀，阿婆，這個就是你們的用意吧？是，沒錯。除了這個呀，你們這個課程可以一個這個香的課程。OK， 這個香的課程就是從今年度，因為本來就像上一節講的，我們是拿繪本讓小朋友在廟宇裡面體驗。那今年度呢的課程就是結合了 AR、VR， 然後再加上香的 DIY 課程，這樣子一套規劃。其實我們跟屏東的小學合作，比如說像是唐榮國小或者是勝利國小帶來的學生，其實反應都很熱烈，然後也都很喜歡。那每一個回去都可以拿一個成品，這個成品其實我們希望的是，它可以珍惜我們現在有的這個香。對，它其實它已經不能再燒了，它沒有辦法左邊點，然後一路這樣燒到右邊去，已經沒有辦法了。可是它拿回去，可能這種天然的味道可以在它房間裡面留大概2個禮拜。那接下來呢，它就是一個裝飾品，然後讓它可以保存下來。是這樣。那一般的遊客可以體驗這個製香的 DIY 嗎？可以的，現在就是只要到我們粉絲專頁，或者是直接打電話跟崇蘭昌黎店去聯繫的話，我們都可以特地安排 DIY 課程，然後在廟宇裡面，因為廟宇裡面沒有燒香，所以環境很 OK 的，在廟宇裡面直接體驗怎麼做香。不錯，可以有這個 DIY，也可以結合頭先剛剛看那個 VR 導覽。對。
哇，只要打电话或上网都可以。没错。阿峰除了供亚给可以先电话预约之外，他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譬如说，多少人成团呐，也爱供什么时间点预约报名之类的？我们现阶段的话，其实都是以30人成团，可是大概在2-3个月之后，我们会规划出一个就是个人家庭旅游包，就是他们来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家庭他们就可以直接做，那也不用担心就是没有老师带，我们会把那个老师 DIY 的影像做成这样像平板一样放着，那他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之后，然后他就可以直接看那个影像，就学着做。阿峰，所以说人就可以这样体验，那人数上就是一般家庭至少4个人吗？对，其实只要你带你的小朋友2个人，其实也都还可以体验。你们就买一个包，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实做。那我可以现场报，还是我一定要提前去预约报名呢？我建议提前预约，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个准备，让志工他们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有人会在庙宇里面走动，那我们也比较好安排其他的香客的路线。对。那这样我提前要提前多久？总不会说我马上提前1天我就可以预约到？大概提前1个礼拜好了，提前1个礼拜我们就会知道。观众朋友，谈到鸦片黑黑感觉今年的歌场新神奇呢，可以来到鸦片20年的从里天，有某个传统文化、传统的元素，也可以来学一个自相 DIY 20年用来分辨好香同坏香哦。哇，今日请感通今日按用心，提下保存地方的文化，发扬地方的文化。今日请感谢2位好朋友来到鸦片同我们分享按精彩的故事，感谢阿峰同小凤姐。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那也欢迎大家有空来屏东市崇兰昌黎店来找我们玩，然后呢参观拜访，谢谢。好，作为按钮，很多老师用下来做运动咯，大家红来同意下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积极导演屏东分会。第二两，我后背2位先生是陈先生。今日呢，介绍的题目呢是旋转升降。旋转升降呢是训练我哋左右按摇点，今日我哋开始都来做一个示范。观众朋友，我哋咧脚同样一当呢个铁路的线呢，所以2只脚一平平。我哋咧卡拉下咧表上咧，切头表上咧。首先呢，我哋咧2只手，因为系旋转嘛，我哋2只手，左手伫前面，右手伫后背，2只手天天咧定好起来。定好嚟过后呢，注意哦，我今仔所定的呢，系我哋2片呢。前后按嚟慢慢嚟转，慢慢嚟转，所以正方以来，天天嚟，我哋呢卡拉行嚟表上，书卷表上，在表上当中呢，有一方面呢，我哋呢镜头有法度定到按嚟望，也係一個問題哈。再過來要講一個問題呢，點解能定的時間？一方面，我哋呢鏡頭。因為你50件，無法度定槍我哋按嚟按個，我哋首先呢，我哋呢兩方呢，我哋呢2隻手停一下呢，做乜嘅動作？我哋做鏡頭按嚟定嘅動作，按嚟停係樣呢，係訓練我哋先平衡我哋呢鏡頭同我哋呢卡拉下嗰2隻腳要穩嘛。我哋2隻腳係要穩，我哋按嚟定嘅時間呢，係嗬，按嚟定嘅時間，我哋呢數棍會幾樣，按顧我哋有人50件，無法度按嚟定，都係我哋呢本能見鐵痕，本能見鐵痕會影響到我哋呢數棍，講我哋呢兩骨，所以我哋按嚟定好後呢，嗬，我哋慢慢嚟變下來，1前1後變下來。1前1後表下來個呢，老行以來，不管觀眾朋友的書，哪隻書喺前面，哪隻書喺後背都唔怕，因為我哋主要嘅做嘅呢係我哋呢旋轉升降，就係講我哋呢書一樣呢，對當行撈，對後背撈上來，
个对东方变下来，也系训练我哋嘅左右怎样嚟做协调。观众朋友啊，今日做嘅示范讲啊，我哋怎样嚟做，我哋嘅眼神，我哋嘅球体关节要比好，比训练到我哋球体关节，提点我哋嘅踝关节，我哋下去嘅时间，我哋嘅脚咧下去表上。我哋咧數哪方面咧，不管左數也好，右數也好，哪方來嘅時間咧，我哋咧眼白，我哋咧眼神裝一片，個要注意咧，我哋咧舌頭，點我哋按嚟定嘅時間咧，我哋注意我哋咧舌頭，注意下可能我哋數一老方來嘅時間，我哋咧舌頭按嚟，舌頭會停頓嚟痛，我哋舌頭按嚟停頓嚟痛咧，因為我哋咧眼神同我哋咧肌肉。我哋咧舌頭咧，我切運會舒爽，所以我哋按嚟訓嘅時間咧，我哋咧注意我哋咧舌頭唔好停頓嚟訓咯，也係一種嘅唔錯嘅動作嗬。咁我話嚟講咧，因為我哋咧舌頭嘅重要，我哋咧人體嘛靠舌頭行路嘅嗬，嗰當然揾舌關節、舌頭嘅關節嗬，所以我哋按嚟做時，我哋咧腰骨停頓嚟轉，我哋咧舌頭咧向前面，我哋人講一種嘅遠檔。都講我哋咧坐下去，我哋咧腰骨向一片，撈向一來，墊向一來，嚇，再我哋咧腰骨變上來，再變一下下來，也係講個正確嘅。所以我哋做時間要注意我哋咧舌頭唔可以停頓嚟墊，唔可以停頓嚟啲嘅痛，啲嘅痛咧會向我哋咧舌頭磨損，我哋要利用我哋咧體關節，我哋體關節點嚟喺腰骨方，我哋叫體關節本我哋咧肩頭墊向以來嚇，而家墊向嚟咧，橫向以來，不管唔哪一片，我哋咧眼神向下照片，我哋咧舌頭要注意哦，我哋咧舌頭唔可以停頓嚟轉咯，所以變下來，天天嚟變下來，也係所以講要注意嘅地方，所以注意嘅地方喺第一隻一定我哋咧舌頭嗬，我哋咧腰骨變上來，停頓嚟轉，所以講我在脂肪一個觀眾朋友冇法度，有人講我50件的右手片，我右手片我50件冇法度，我做一個講我點唔向一樣嚟時間，我唔怕，我用一隻手墊向起來，我左手墊向來，我左手有50件，我點唔向，我嚟天天嚟做我扶肚，那可以多安尼。安尼唔怕，因為我手安尼我都會痛，我用人辦咯。我用我嘅手，我嘅好手托到我個唔好嘅手墊下來，利用我哋呢個體關節慢慢嚟轉下來，也係訓練體育方面，也係訓練我哋呢50件，放開起來，用一隻手嚟扶住我哋呢手，個唔好嘅隻手慢慢嚟扶住，眼神停頓嚟做。也係訓練我哋咧50件，不以打開來，我哋咧肩頭咧慢慢嚟，我扶肚可以應對應態咯，因為有一種嘅耐心，我哋咧眼神，我哋咧50件都係我哋咧鍛鍊，肩頭嘅鍛鍊，那會幫我哋咧50件咧綁頓咧，所以我哋慢慢嚟做，也係我嘅有數嘅示範。50件，剛才做數嘅示範50件，觀眾朋友嘅50件的，做數嘅示範50件，同樣係做數哪行以來，昆頓天使的做我做數50件無法度，我都停頓嚟做，我眼神切頭同樣向頓前面，我眼神轉，慢慢嚟變下來，變到我嘅眼數呢可以托行起來，可以自然做嘅時間呢。我那慢慢嚟表述，我一次一次，我做50件一比好，除非唔切架一過10萬，唔切架10萬嚟做呢，也個數，我50件那會慢，那會分件係，等到唔切架做嘅當中呢，唔切架要按你耐心嚟做，冇聽講啊，做起嚟，都講啊，我嘅數呢叫佢廿行以來，我都唔知啊嚇，也係我哋咧。做嘅時間嚟講啦，人家咧兩隻手示範喺度，我而家做一個示範講啊，我一樣咧左右平衡，做一個左右嘅旋轉咧，人家係左手向前，右手向後，
观众朋友的优势呢，伫后背，做事伫前面。我转的时间，我腰骨挺挺的伫转，腰骨挺挺的转呢，我眼神挺挺的放。所以我切头无停顿的熬一片，我切头还伫前面。所以伫个做的当中呢，我等动作变慢，动作变慢呢，迄本我等咧管太关键的，比慢慢的表述。不管向哪片都唔怕，今仔我一片总系咧，我做事伫前面，有事伫后背的时间呢，我更加呢，稳方向连贯动作，稳方向的时间呢，变咧讲啊，我做有事放起来，我做事伫前面，稳下来伫前面，所以喺变到上来做时间呢，我的有事伫前面，我爱做观众朋友的做事就会伫后背，所以两方面安尼做呢，不管向哪片，都会做到两片同样的东西啊。观众朋友，我记得咯，第一看到电视做的时间呢，我注意哪？注意我哋咧脚、切头，我哋咧徛啦下，我哋咧肩头。我哋咧舒筋，同我哋咧舒节有表送嘛？表送那会帮我哋咧眼神左右协调平衡，同我哋咧左右嘅眼神哈。我哋咧肌肉那会表送，主要咧係我哋咧背囊筋骨會過限，左右嘅通常咧會我哋咧背囊筋骨表送。背囊筋骨表送呢，我哋咧腰骨都唔會按前骨，我哋咧兩骨都會過強鬆哈。也係觀眾朋友所要注意哈，我哋天天嚟定一下哈。观众朋友，初到所介绍呢係旋转升降，希望观众朋友好好啊看電視來做，观众朋友他趕緊拿來了。